今日咧就為大家介紹一間收租回報率幾高嘅1050型。依間屋咧做咗電閘門樓，另外仲有自己嘅獨立出入口。呢個位置就係個前庭花園，另外當然有個花園通道，亦都可以泊車。整體嚟講，前庭花園呢個部分呢都可以泊到1部車噶啦。咁如果花園通道呢，亦都可以泊到2部車左右，門口亦都可以泊多1部。依間屋呢係屬於後面大花園，十分之企理。有個特色嘅流水牆，左右兩邊角位呢有少少嘅種植位置，地下呢全部都係鋪晒地磚，方便啲打理。今次介紹呢間租盤呢，收緊大約3萬蚊租。如果以3成首期作為計算，呢個回報一定比你擺入銀行定期存款要高好多。我開晨啦，今日嚟到錦繡花園啦，同大家入嚟參觀下一間1050型，實用面積1035尺，附帶咗一個1172尺花園嘅洋房獨立屋。咁呢個1050型咧，屬於2層一型3房間隔。咁我而家身處嘅地方咧，就係屋入邊嘅空間啦。咁呢一個地方咧，就係一個客廳啦。咁呢一個地下咧，就全部鋪晒一啲大格嘅磚㗎啦。前邊咧，仲有一個飯廳。咁呢度咧做咗一個隱藏式門咧，入邊咧就係一個洗手間，做咗淋浴間嘅啦。咁同埋樓梯底位置一度咧就有少少嘅我哋叫儲物間啦。咁呢一度咧就可以做咗一個電視機嘅櫃啦。咁後面呢度仲有個透光窗，咁所以梳化可以擺呢一度，咁可以喺呢度睇電視啦。咁側邊一個位置咧，有啲客人咧都有啲業主都會擺個鋼琴啊，或者擺一啲其他嘅梳化。由後花園入屋，左手邊做個特色牆，入邊有個隱藏門，裏邊呢就係浴室洗手間，而前面嘅部分就係一個客廳，再入少少就係飯廳嘅空間。長方形嘅客飯廳空間比較分明，近住玻璃後花園嘅部分可以作為一個偏廳使用，中間位置就作為一個主要嘅客廳。嚟到呢一個咧就係飯廳嘅空間，咁啊比較四正嘅，咁呢度可以擺到張圓形餐桌啦，長形都得嘅。咁最緊要呢一度咧側邊呢個位置咧就做咗一個我哋叫開放式廚房啦。咁但係就做開放式廚房得嚟咧，佢又有啲玻璃趟門啦。如果有油煙嗰陣時咧，個門咧可以閂翻埋啦，咁啊隔住啲油煙嘅。咁啊另外咧，佢呢一個位置咧就個廚房空間咧就騰出咗。咁側邊呢度咧仲有個擺嗰個雪櫃嘅空間啦。咁其實成個感覺咧比較通透嘅廚房，咁令到咧成個嘅客飯廳咧就個空間感咧就增加咗好多。咁同埋成間屋你會見到咧前後左右咧，其實佢大致上咧都有窗嘅，咁所以嚟講個通透性啊同埋通風度咧都唔錯嘅。而飯廳一度呢，就比較方正，適合擺啲圓形餐台或者長形餐台，任君選擇啦。而隔離嘅緊廚空間呢，亦都做大咗。而廚房嘅門呢，改動咗，作為一個玻璃趟門，增大咗個視野效果。而廚房入邊呢，就係 U 型嘅設計，地下呢就比較多收納位，用明火煮食。側邊呢，仲有多咗一個電磁爐添。跟住入嚟客廁浴室參觀下，呢度已經做咗個企缸。而客廁浴室對面仲有少少嘅儲物間。咁我哋而家上去1樓參觀下。咁呢個職型咧係1050型，實用就1035尺啦，附帶咗一個1172尺嘅花園。咁1樓咧就係3房間隔。咁側邊呢一個樓梯側邊咧就冇做嗰啲收納櫃，咁所以嚟講個樓梯嘅個闊度咧就會舒服啲。咁樓梯嘅側邊，上樓梯側邊就係一個好大嘅浴室。我哋嚟睇清楚，做咗一個淋浴間、冇浴缸，咁亦都有窗。其實呢個位置咧完全夠可以做到2個洗手星盤嘅，2個星盤嘅。不過佢做一個咧，咁啊多啲空間要嚟擺下嘢啦。咁有塊好大嘅鏡啦。咁隔離呢一度咧就係一間主人房。主人房咧就會間大少少，一個長方形嘅設計。空間都唔細，左右兩邊冇入牆櫃㗎啦。咁喺呢一度有個透光窗啦，呢邊亦都有個大嘅對流透光窗。咁呢度咧可以望到
山景，咁景觀都唔錯嘅，幾舒服。咁呢個裝修都唔差，唔需要話大執，基本上都住得㗎啦。咁隔離呢度咧仲有間，依間咧就係客房啦，一樣咯。依間就會細啲，所以嚟講咧就得一個透光通風窗嘅啫。咁都係冇做入牆衣櫃。咁隔離仲有一間細房，兩間客房咧個景觀係望返街景嘅。咁呢度就夠擺一張3至4尺床啦。咁側邊呢度就可以擺下啲梳妝化妝台啊，或者係啲細櫃啊咁樣咯。咁仲有個角仔。個仔就做咗冷氣機，有抽氣扇，咁呢個係全角嚟㗎啦，咁擺嘢都幾有方便嘅。如果大家對呢個收租嘅筍盤有興趣，記得快啲聯絡我亨臣啦。多謝晒，拜拜，下次見。